荏芮巧克力，雷神巧克力。日本のチョコレートシリー是来自日本的一种巧克力。人気能ら用ソープトギレ，在家也能自己做。荏芡材料巧克力巧克力。的我們巧克力，这是牛奶巧克力。巧克力能ら錯ว่า芒波有類，巧克力当中有很多口味。ngọt糖卡迪，甜的和苦的。gulbo糖拿波芒波有類，白的以及黑的有很多种。噶波远呢，错ว่า康养之基类，喜欢的话任何口味皆可。巧克力口味沙波，巧克力饼干。口萨炖波式，一种圆形的饼干。巧克力错ว่า类，是巧克力的口味。gara口萨夹心饼干。口萨主西类是一种方形的饼干。提能拉洋错ว่า炸命炸芒波油类，它也有很多种不同的口味。错ว่า康养之基类，任何口味皆可。奶油。对子露呢，就类讲波切基类。加少许奶油可以使巧克力变柔软。饮奶羊芒波小那几基马类，但是不能放太多。沙西巧克力，草莓巧克力。点缀切基类，做装饰用。ngọt结束，杏仁果粒。错ว่า能基类，可以增加风味。荏芡工具：荠苫刀子。turma汤匙。lamp平底锅。加 coke 铁锅。shopper 纸杯。laptop 电磁炉。kakom 冰箱。手档做法：糖煲内加入口砂起冲起炖布都狗类。首先将夹心饼干用刀子切成小块。体内就类口砂10手狗类，接着将巧克力饼干压碎。就类起冲起炖布都狗类，将巧克力用刀子切成小块。荏芡苍妈切剂切送，材料全部准备完毕。让粒技能拉出路内，落塔给电拉下狗类。平底锅加水，放在电磁炉上。巧克力加扣给能拉下内，去能拉擦波手狗类。将巧克力放入铁锅之后，隔水加热。巧克力苍妈修内，荏芡苍妈下狗类。巧克力全部融化之后，放入所有材料。注当内黏土这狗类，充分搅拌，混合均匀。
turme shopologi nang la lugo rei， 以汤匙装入小纸杯。Orim la jokle lugo rei， 下层倒进巧克力。Parim la kosap shago rei， 中层放饼干。Kongrim la jokle yangyar lugo rei， 上层再倒入巧克力。Sasil jokle糖，ngalkam jesuki， 点缀切狗蕊，以草莓巧克力与杏仁果粒装饰点缀。Tamarkyagam nang la xia nei， 长天水呢直耸，最后放入冰箱冷却凝固即可。Miseki la da rei， 米显大啦这基蕊，特别的礼物可以送给别人。